19.2米嘅定海神針啦，買咗1億人民幣嘅保險啊！4億年前呢度曾經係海底。今日到咗黃龍洞啦，呢個係張家界最大嘅溶洞。你好，啊，他說佢人面還是身份證？啊，身份證。哇，而家入洞啦，黃龍洞。冬暖夏涼嘅呢個溶洞入邊，太陽射唔到，風又吹唔入嚟，一年四季都係行出。在我們眼前出現了兩扇門，我們把這叫做雙門迎賓，右邊是幸福門，左邊是長壽門。像長壽和長啊，酒窖嚟㗎呢度。7640米，平面積是106690平方米。哇，好大啊！呢個溶洞。金高銀箱。我哋咧就坐呢隻艇啦，遊呢個溶洞。去咁多個溶洞咧，都第一次啊！坐船咧遊溶洞，好正啊！睇到唔同嘅風景喺度流動緊。到啦，而家到落船啦。來，看過來，係松，呢度係食筍同埋石柱嘅天街。過來拿單子啊！100年漲1厘米啊！100年，8厘米啊！那麼800年後你再來看。一個啊，手串項鏈、耳環、戒指都有啊。手串項鏈都有，44袋的，票價也生效10塊錢，可以大概怎樣？返文窮，改善市民啊！白天駕駛。呢度咧就係龍王寶座啦，一座好大嘅呢個石灰岩啊，上面就係龍王嘅寶座，係火箭身咯。呢個咧火箭升空啊，黃龍1號，都係松樹啊，雪松9.6萬年啊，好似一棵松樹一樣。其價值提高人們的保護意識，為其在中國平安保險買下了1個億的保險保，它45年屹立不倒。19.2米嘅定海神針啦，買咗1億人民幣嘅保險啊，仲生長緊。佢100年咧先長1 cm， 即係仲有6萬年啊，先去到頂天立地。嗰時我哋已經唔喺度啦。離開咗條回音壁咧，就向下行噶啦。大家記得咧着一對防滑嘅鞋啊，因為地下好濕啊。度咧仲有鐘乳石嘅 BB 啊，啱啱出世嘅鐘乳石。行經咗呢度之後咧，就一路向下行噶啦，成個旅程差唔多就嚟完結。黃龍洞其實係一個驚喜嚟嘅，原本以為張家界就係得啲奇山啦，估唔到咧張家界除咗有山之外，啲洞都咁精彩嘅。呢個洞咧亦都係中國所有嘅溶洞入邊咧最受歡迎嘅一個溶洞。我都去咗其他世界好多溶洞嘅，越南、下龍灣都好大嘅溶洞咧。相比之下咧，張家界啲溶洞咧多咗好多元素啦，佢有好多投射啦、射燈啦，同埋有劇情嘅，佢要表演啲劇俾你睇啦。有升華啦，同埋最精彩有得坐船嘅。其實南美洲嘅溶洞佢有得坐船，咁坐船嘅話咧好正嘅，你應該溶洞兩岸嘅風景喺你身邊經過咯，係啊，極之推介大家120蚊嘅門票，下一次嚟張家界試一試呢一個黃龍洞。
然之後咧，記得咧就要着一對防線嘅鞋，因為地下好滑啊！啲地下咧佢好跣啊，好多水滴緊啦，咁所以一定要着對防線嘅鞋咯。同埋唔使着咁多衫啊，因為咧其實喺溶洞入邊咧都一年四季都咁暖嘅。我着多咗衫啊，因為我驚凍。其實我而家成身汗，就嚟出口啦。嗰84年先發現嘅溶洞，呢3個民兵嘅隊長啊，偶然發現咗黃龍洞。你自己看，小的是看。呢個係免費嘅，嗰個係收費嘅。這個才有紀念意義，有時這個多少錢？帶框30，不要框就20。兩個咧，嗱免費咧就得手指甲咁大嘅相片嘅啫，跟住咧其他大相咧就係20蚊、30蚊張咯。估得到喺張家界呢片山嘅下邊咧，有龍宮嘅秘密隱藏咗1000億年。30年嘅老店啊，慈麗米粉。張家界而家咧就搭2點38分嘅車，唔係去上海喎，係去芙蓉鎮啊。